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早起要有2首圣诗，三甲做伙来，伫礼拜中间三甲做伙来吟吼。第一首是238首，圣诗238首。我主上帝至关子。这首圣诗是出自迄个诗篇内由迄个杨世勇牧师所添的词伫内底。这首是真古早一条圣诗啦伊出自迄个诗篇内底诗篇内底有讲着讲，我听耶和华，因为伊听我的声，我的恳求。伊已经暗耳孔听我，所以我一世人要叫伊。伊的我主上帝至关至大，就是伫乌罗上帝。我的心，你怎啊看迄个英文的字英文的歌词伊讲就是讲我的心望伫上帝我的心渴望上帝所以称作上帝是至关至大。来，咱来听琴弹一届，这首诗圣诗咱较罕的咧唱来。我主上帝至关至大，听我恳求的声，伊暗耳孔欢喜听我，我要求叫伊的名。咱来唱一届，第一节来。我主上帝至关至大，听我恳求的声，伊耳孔欢喜听我，我要求叫伊名。搁一届，第一节来。我主上帝至关至大，听我恳求的声，伊耳孔欢喜听我，我要求叫伊名。第二节，主上使我温天原罪，抓着抓有报答。我要放弃救阮的背，愿你欢喜甘乐。第三节，我罪落无是小弟你，你有他帮我罪，做看所听。实在最真宝贝。第四节，我要伫世间那面前对主写我的话，伊的心像亚罗撒的俄罗主高英湾。拄迄首是俄罗的诗咱过来一首圣诗是153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这首圣诗咱较熟其中伊的迄个作词的即153首，即个诗歌内底伊也即个作词的即个就伊拢总有600几首的诗600几首的诗伊是一位传道师伊伫伊的一生中间，伊有主的听伫的顶面，所以伊对迄个伊对上帝的得到的迄个灵感内底，伊写遮侪诗拢真好听，也是互人真感动这首圣诗内底拢有3节。咱怎啊注意看伊大概
每一节内底，伊拢讲我听耶稣的声讲明，讲明啥？有一句话，即句话拢伫圣经内底。哦，咱看第一节，咱做来读一下迄个第一节，咱读一下来。我听耶稣的声讲明，应点伫即世间，既若路苦来我面前，逐人为得平安。即节圣经节吼，是对迄个马太福音11章吼28节出来。哦，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安怎讲？来，咱读一下来。我听耶稣温柔声音，换命水泉是我喙焦的人，着紧来饮，互恁得永活。即节圣经节是对约翰福音第4章14节来。哦，过来第3节，咱来看，来读一下来。我听耶稣的声有讲，我是世间的光，信我的人会得到面露，徛起光明中央。哦，即节圣经节是对约翰福音第8章12节来，所以即3节的信息吼，拢有对圣经内底。哦，所以即个作词的伊真将即圣经节个放在内底。所以伊的歌词的名叫做《我听耶稣的声讲明》，啊，讲明啥伫圣经内底。来，咱三个来唱一下，即条咱大家会晓唱。来。来，第一节。我听耶稣的声讲明，你点伫这世间，既若路苦来我面前，逐人为你平安。我听伊讲心就欢喜。随时就去找伊，心的平安快乐的因点耶稣身边。第二节，我听耶稣温柔声音，我命最全是我。最大的人着紧来迎，可怜天地因我。我听伊讲受着勉励，欢喜他已就义，实在亲手真心咖啡最。无难的是第3节，我听耶稣的声有讲，我是世间的光，是我的人为地面路，徛起革命中央。我听伊讲这头看充满欢喜，耶稣真个全我目标，为我徛到一时。咱三个准备心来。准备咱今仔早起的礼拜。今仔日是约定奉献主日，奉献地伫座位头前，请关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
也要坚固恁到落尾，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无通嫌。上帝是信实，恁对伊受掉来甲伊的囝，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大家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38首，圣诗238首，请起立。这时用许多圣经来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就因父。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佮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用启应文47篇，以赛亚49章，启应文47篇来应答上帝的话。众海事啊，就听我的话。我伫胎里，上主就警告我。伊予我的喙亲像利刀，佮予我食做磨尖的剑。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要顾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伫胎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向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若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立邦的光。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阮感谢学乐你，你是慈爱怜悯的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感谢你带领阮平安进入新的一年。虽然世代一直在变，但是你的信息万世代拢无变。每一早起，拢互阮领受到你的恩典，
阮自己伫你的圣殿，会感谢欧罗你伫阮生命中每一个时刻的保守，互阮的骹步通伫你的恩典中徛活徛稳。主啊，阮看见新的一年到呾，世界充满挑战，无论是气候变迁引起的灾难，也是人为失措带来的伤害，拢互阮感觉惊吓痛苦。特别是国家之间的战争甲攻击，互阮看见人心的软弱甲权力的骄傲。主啊，这个混乱带来的惊吓甲悲伤，由你伫全部的所在显明你的公义甲平安，安慰受难的百姓。阮也要为着阮所爱的台湾来祈求，面对外来的威胁甲内部的纷扰，真侪人的心袂平安。主啊，求你施恩怜悯即块土地，安定百姓的心，手赐智慧，互领导者，互阮伫混乱中无失落愿望，伫猜疑中会当学习彼此包容。求你做台湾的盾牌，赐阮平安的福气。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也要谦卑承认家己的软弱。面对世界甲环境的动乱变化，面对阮家己的问题，可能有家庭的问题，可能有工作，甲阮生活中间侪的问题，阮常常因为信心无够来烦恼，因为看无未来，阮就怨叹。求你赦免阮，因为阮常常想要靠家己的聪明来解决问题，却袂记将主权交予你。求主你医治阮内心的不安，帮助阮学习信任、尊重甲谦卑，互阮伫你的听中会当珍惜合意。主啊，阮有真侪无明白的代志，亲像早时伫旷野的以色列人，阮嘛常常灰心失落，毋知后一步要行去倒位。对阮来讲，祈求你的旨意是生命中真重要，也毋过也是上困难的功课。求你开阮的目睭，拨开阮头前的云雾，互阮看起你为阮每一个人所陪伴的阮的道路。求你亲手安排分条火条，甲安尼一步一步引带阮，互阮毋是行伫你的头前，是行伫你的旨意中。阮也特别要为着阮的上山教会的发展来祈祷，求主垂听阮，互阮毋是干那一个敬拜的所在，搁较是要成做你所安排的地上的光。求你教示阮，互阮成做你忠心搁有智慧的路步，互上山教会成做一个充满听真理甲行动的团体，引带每一个人来到遮的人，拢会当拄着你，互阮成做别人的祝福，将你的平安传予这个不安的世界。感谢上帝，互阮伫风影当中游玩有主通倚靠，求主帮助阮学习交托，伫安静中间看起你的作为，完成头前的路拢交托伫你的手中。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阮要照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
请做伙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29到42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新约104页，约翰福音第1章29到42节。隔日，约翰看起耶稣就近伊，就讲：你看，上帝羊羔就是担当世间的罪的。即个就是我所捌讲，有一人缀要我来，成做我的代先，因为伊本代先我伫地。我本毋捌伊，独要互伊显明伫以色列人，所以我来用水行洗礼。约翰阁赶紧讲：我捌看起圣神，亲像钱仔对天降落。跳伫伊顶面，我平素毋捌伊，独找我用水行洗礼的，甲我讲：你看圣神降临，跳伫伊顶面，伊就是用圣神行洗礼的。我捌看去，来干净即个是上帝的囝。过几日，约翰甲伊2个学生伫徛，看起耶稣伫行，就讲：你看上帝羊羔。迄2个学生。听伊所讲，就缀耶稣。耶稣越转身看因伫缀伊，就甲因讲：恁伫找啥物？因甲伊讲：rabbi，你踮伫倒落？耶稣甲因讲：恁来就会看去。因就去看伊所住的所在。迄日甲伊3甲大，迄时约4点钟。听约翰的话内底，耶稣的2人，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伊大声拄着因兄弟西门，甲伊讲：阮已经拄着弥赛亚，就带伊就近耶稣。耶稣看伊讲：你就是约翰的囝西门，你要称做以法。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看那上帝羊羔。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拢真习惯会将信仰是看做是一套真完整的答案。亲像有当时伫问人讲，你敢有想要洗礼时，有的人会回答我讲，等我想较清楚，再来讲。嘛有人讲，等我读完圣经才讲。但是，请咱回想伫咱信主的迄个时刻。也是咱出世伫基督教家庭久久，毋过你确信即个信仰甲你有关系的迄个时刻，伫迄当时的你敢完全会当明白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什么叫做基督论，什么叫做中末论？老实讲，伫迄个时刻，咱可能嘛无读偌侪的圣经，新约旧约嘛分袂清楚，但是你较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嘛有可能，这真有可能是因为你看见某一位信徒伊付出的行动，你受到深深的感动。嘛有可能是你听到一句话，直直拍入你的心，甚至迄是一种你讲袂出来，但是你确实存在的一种的感受，牵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毋通因为家己是第一代的信徒，就认为家己捌无偌济。嘛无因为家己已经是几啊代的基督徒，就认为家己信主的过程无亲像第一代信徒遐尔啊厉害。因为每一个人接受福音的过程，拢有上帝特别的带领。亲像今仔日这段经文，就是一段互咱看见信仰安怎开始流动的经文。而且无举行大型的布道会，嘛无上教义的课程。嘛无啥物有条理的论述，圣神用安静、无起眼的方式运行伫街头巷尾，伫人的中间，然后就有人开始去传，就有人群地，有人继续去邀请，甲人讲，阮已经拄着啊，就有人得开始用因的性命来去敲吹。约翰福音第1章除了是宣告耶稣就是光以外，嘛介绍出行洗礼约翰，但是行洗礼约翰一直非常清楚，伊家己毋是主角，伊是伫耶稣面前为着天国备办道路的人。当时的行洗礼约翰已经非常有名声，甚至有一群的学生开始跟缀伊，并且有真侪人找伊来洗礼。
其中甚至来包括遮个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遮个宗教领袖。伊伫甲遮个宗教领袖洗礼时，伊无看人情，伊看出因敢若想要接受表面的清气，但是实际上因的内面满满是污秽。所以约翰伫遐嘛责备遮个人讲：恁遮个毒蛇的类啊！所以咱看见伊的个性是非常的正直的一个人，伊无迷失伫即个名声的内面。所以当时有人来问讲：你到底是甚物人？你是基督吗？你是以利亚先知吗？也是遮个先知中间的一位吗？伊拢无趁机会来高举家己，伊非常诚实来回答讲：伊什么拢毋是。伊讲：我就是在叫伫旷野的声讲，修直主的路。伊将家己看做是一个声，声音过去就过去，就无啊。但是上重要的是主耶稣。另外，伊嘛甲遮个人讲，伫伊以后来迄位，伊连替伊头下仔大拢袂堪得。所以咱看见对头到尾，约翰非常清楚家己的身份。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即段，搁较互咱看出伊的谦卑。当行说的约翰甲学生因伫遐看见耶稣对因面头前行过，伊甲伊的学生介绍讲：你看，上帝羊羔就是担当世间的罪个。即个就是我捌所讲的，有一人得要我来，成做我的代身，因为伊本身生我伫地。所以咱看见伫遮即段话，约翰是引用以赛亚第53章第7节。以赛亚伫遐讲，伊受压迫，拄着艰苦，要久无开喙，伊亲像羊仔牵到受杀的地。佫亲像羊伫家门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也安尼无开喙。约翰引用以赛亚这段经文来讲出耶稣就是亲像搬过节所献上的迄只羊羔，伊将家己献伫祭坛的头前来担当世间的罪。耶稣无罪，但是为着咱的罪来牺牲性命，将咱的罪完全来除去。约翰接续落来的话真奇怪，伊讲我本毋捌伊，伊讲我本来毋捌耶稣，但是照道理，行说的约翰甲耶稣因是熟悉的，因为因两个人的老母是亲情，所以约翰伫遮毋是伫否认伊甲耶稣的关系，伊是伫讲因两个人亲情遐尔啊久的时间，但是真正的伊竟然毋知影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位伫当时伫宗教界有真悬的即个行说的约翰，真悬地位的行说的约翰，伊竟然伫伊家己的学生的面前承认家己无迄个属灵的眼光。另外，伊阁甲伊的学生做见证，讲伊伫替耶稣行说的时看见什物？我捌看见圣神亲像钱仔对天降落，歇伫伊顶面。我平素毋捌伊，独独找我用水行洗礼的，甲我讲：你看圣神降临，歇伫伊顶面，伊就是用圣神行洗礼的。我捌看见，来干证即个是上帝的囝。伫遮搁一摆讲，我平素毋捌伊，这表示讲，即个约翰真正伊毋但是谦卑，并且伊伫灵性的方面，伊嘛非常的诚实。伊无亲像有一寡人。虽然真正毋知影、袂晓，但是为着家己的身份地位，佫爱伫遐假碰风，伫遐假会晓。真侪有名望，也是认为家己有一底啊，或者的人，拢真爱别人讲来看我哦，来重视我哦。但是约翰所做较是颠倒饼，拢毋通看我哦，毋是我哦，毋通停留伫我遮哦。但是当时伊的名声已经是超越耶稣的约翰。伊一再爱人将眼光对家己的身躯顶来刷开，去看见迄位真正的救主。所以咱看见，伊真正是退后，伊互基督徛伫头前。兄弟姊妹，约翰的模样提醒咱，但是咱来求上帝拍开咱的目睭，互咱有属灵的眼光，才会当真正认捌耶稣。我捌听过非常资深。你感觉伊的信仰应该是非常在的安尼一个信徒的分享，互我行一条。因为伊分享迄种似是而非，
也是高插民间信仰的观念，其实显明出伊还未真正认捌耶稣。所以，咱若无真实伫上帝面前，伫遐来追求造就，无论咱信主是偌久的时间，嘛无法度保证咱一定就真正会认捌耶稣。然后，约翰的谦卑嘛提醒咱，当咱将人带到耶稣面头前了后，主角就毋过是咱，无过是咱啊。咱拢捌嘛，罗定马丁，伊是推动即个宗教改革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会当讲是教会界真伟大一个人物。但是伊非常反对人用伊的名来创立一个教派。伊讲：我大声要求的是，人无应该用我的名，嘛无应该称家己是路德宗，应该称呼家己是基督徒。路德是啥物？假使毋是我的，我嘛无为着任何人互顶伫十字架顶。我即个可怜的，发出亲像虫臭味的一个茶仔，哪会到互人用我的即个歹名来称呼耶稣基督囝儿的地步咧？无，亲爱的朋友，咱脱离即个党派名称，咱互称作基督徒，是因为咱有伊的教导，即个伊就是耶稣基督。我毋是任何人的主人，我嘛无想要成做任何人的主人。我甲所有的人分享基督共同的教导，只有伊才是咱的主人。咱看见一个推动宗教改革、受当时的人，甚至是咱即摆人非常推崇的一个罗定马丁，伊安尼讲，无应该将伊的名来创立一个教派。非常谦卑，伊将基督塞到上头前的位置。咱搁看经文，隔日，约翰甲两个学生徛伫遐，因伫遐看见耶稣行过，约翰竟然搁讲一解：你看上帝羊羔。意思就甲伊这两个学生讲：哎，我昨甲恁讲的这个就是这位啦。无想到这两个学生一听，竟然马上走去跟缀耶稣。迄若是咱内心非常受伤吧？啊，学生就安尼走去啊！但是行说的约翰伊无阻止，因为伊非常清楚家己的身份。伫约翰福音3章29节到30节，约翰有安尼讲：有新娘的是新囝婿，新囝婿的朋友徛伫听伊。为着新囝婿的声，就欢喜到极，所以我即个欢喜充满啦。伊的确兴旺，我的确衰微。伊看家己是新郎的朋友，伊毋是主角，所以伊的学生走去跟缀耶稣，伊无欢喜哦，伊欢喜，因为伊知影伊是新郎的朋友，真正伟大的爱凸显的是即个新郎。咱看见伊自头到尾就是看家己是一个配角，伊看家己一切所做，就是要来完成上帝伫地面上救赎的安尼一个旨意。所以这两个学生就真正走去跟缀耶稣啊！耶稣看这两个人跟缀伊，活转身问因讲：恁在找甚物？因回答耶稣讲：rabbi，你点伫倒？这应该是圣经内面上趣味的一段对话。这两个学生无明白因的老师约翰所讲的上帝羊羔是甚物意思，因还未明白，因就跟缀耶稣。所以当耶稣问因讲：啊，恁缀我，恁想要找甚物的时，因两个人毋知影到底因是甚物原因来跟缀耶稣，所以因答非所问。耶稣问因讲：恁在找甚物？因问耶稣讲：rabbi，你点伫倒位？耶稣伫问讲：恁在找甚物？即个“找”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字。即个字伫咱华语的圣经，就是讲你们要什么？吼，你们要什么？但是伊的原文较接近咱台语圣经所讲的“找”。即个“找”伫犹太文化内面有超找。期待你生命中间，迄个找到迄个至贵至宝的物件的意思。所以耶稣实际上伫问因这两个人：恁缀我，恁想要找到什么关系？生命中间的至宝吗？
但是这两个学生安怎回答？咱读者可能会期待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缀过行洗礼约翰的学生呢。因的回答应该是有水准的回答啦，应该是亲像迄个来找耶稣问因外的迄个少年官员共款啊。咱敢会记得有一个少年官员来找耶稣讲：哎呀，先生啊，我着惊安怎？我着做啥物代志，我才会当得到因外？咱可能会期待讲，这两个人会亲像迄个人共款，有水准问出一个问题。但是这两个人，一时间，因讲袂出话，乌白找一句讲：列比，你踮伫倒？较白话意思就是安怎？老师，你府上哪里呀？耶稣问伊讲：恁伫找啥物？恁想要对我的身躯顶找着啥物关系性命至关至宝的代志？这两个人毋知安怎讲。先生啊，你踮伫倒位啊？耶稣嘛非常的幽默。耶稣无回答因讲，我是加利利人，我对加利利来。耶稣嘛敢若答非所问，应伊讲，恁来就会看见。耶稣叫因去看啥咧？无可能是转去耶稣的故乡加利利，因为约旦河距离加利利有一段的距离。耶稣是叫因去看伊住的所在吗？但是耶稣伊捌讲过，河里有空。天中的飞鸟有收，独独人子无靠头壳的所在。所以这两位学生去看的，嘛绝对无可能是透天的别庄、豪宅、新学的训练中心。但是，到底这两个学生去看见，去倒位看见什么？无一个圣经学者愿意去要去做研究，为什么？因为圣经无甲咱讲。毋过，咱看见的是啥？伫即种一知半解、模模糊糊的情形下面，这两个人竟然开始甲耶稣带做伙。而且非常特别的是，约翰有记即件代志发生的时间是伫下晡4点。为什么会记载即个时间点呢？除了证明这是一件真实的代志，毋是编出来的。因为看见的人，伊有看见，然后伊知影这是4点，所以伊将这个时间点记落来，并且这嘛甲约翰福音的神学观有关系。伫约翰福音内面，时间拢有属灵的看法，所以伫约翰福音内面，耶稣有讲：我的时约未到。这个时毋若是几点这种时间尔。耶稣讲：我的时约未到，这有属灵的意义。所以伫遮会记两个学生，因开始甲耶稣住的迄个时间是下晡4点。这毋若是记一个时间，是这两个人因开始踏入去弥赛亚时间的起点。因甲耶稣同住，并且下晡4点已经是接近一天的结尾，所以这嘛代表旧的因已经结束。当因跟对耶稣，因新的生命就已经开始啊！所以非常奇妙，咱看见这两个人是完全无清楚，敢若好奇，因敢若想要看讲耶稣住伫倒位，这两个人竟然伫迄天，因两个人的生命开始甲上帝救恩相拄。所以咱看见，这两个人毋是完全想通才来跟对耶稣，但是因愿意去回应耶稣的邀请，恁来就会看见。所以嘛，请兄弟姊妹，即时咱来回想咱家己信仰的起点。这个起点，敢是你读完系统神学，你感觉讲这写甲非常有道理，你才来跟对耶稣？咱中间应该无人是安尼来跟对耶稣的吧？大部分的人的信仰应该是对我想要较瓦近来看，来看什么咧？可能你感觉某一个基督徒，因哪会遐尔平安喜乐？你想要较瓦近来看，也是某一个团体、某一个小组，互你感觉讲
哇，即个世界无法度互我迄种温暖甲包容，你想要较瓦群来看，也是你伫教会内面感觉你非常温暖，你想要较瓦群来看，即个团体为虾米有安尼一个困难？这拢互你想要较瓦群来看，到底这个人？这个团体为虾米会甲即个世界遐尔啊无共？但是即点嘛提醒咱，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咱敢真正互人想要较瓦群你来看咧？咱敢有迄种想要互人看讲，伫你内面迄种改变你、互你动力的迄种困力咧？还是别人一点仔？拢无想要瓦群你，因为你讲话就是遐尔刻薄，你做代志就是遐尔无负责任。有当时啊，咱无想要去传福音，毋是因为咱家己惊了，咱家己讲了无好，是因为咱家己根本无产生出迄种会当去引人想要瓦群的见证。这袂话是传福音的危机，因为咱知影福音伊本身有困难，福音会当照着任何方式来传扬，但是迄是咱家己的危机啊！因为咱家己根本无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款式。最后，经文带咱来看见一个定定互忽略的人——安德烈。伊是这两个学生中间其中的一位。伊跟对耶稣，伊啥物拢无明白，但是伊做一项代志，就是去找伊的阿兄西门。伊去找伊的阿兄，伊无甲伊讲，你应该来信哦。伊嘛毋是讲，我来甲你解释清楚，因为伊家己根本嘛无清楚。但是伊甲伊的阿兄讲，阮已经拄着比赛啊。圣经无记载讲伊甲耶稣大迄天。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到底伊看见什么？但是伊肯定讲出耶稣就是弥赛亚。而且约翰福音有加上一个字，伊大声拄着伊的兄弟西门，大声。这个大声表示伫安德烈的内心有一个优先顺序，伊伫互其他的人知影的进前。伊大声一定爱互伊的兄弟彼得先知影。咱若伫圣经看安德烈这个人，伊将来就毋是徛伫人的面前讲话发表的迄种人，但是伊真敖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除了伊阿兄西门彼得，伊嘛带一个有五块饼、2尾鱼的囡仔带到耶稣的面前。虽然伊的信心嘛无真够硬，但是伊就是将人带到耶稣面前，接续落来的代志，伊就全部交互耶稣。所以，然后咱看见经文的落尾，甲咱讲，耶稣甲彼得相拄，耶稣互彼得一个新的名，你就是约翰的囝西门，你要称作基法，基法就是彼得，所以了后咱拢称呼这个人叫做彼得。这当然是另外一个人伊性命改变的开始。但是你讲这个对耶稣3年久的安德烈咧，伊的性命有啥物改变无？圣经无任何记载，但是根据教会传统，安德烈后来去到小亚细亚，伊最后去到即马的乌克兰的即个基辅即个所在，最后伫遐顺道。但是，伫伊死了后的千多年，伊的影响力继续伫即个世界，甚至传到苏格兰的所在。所以，诚做苏格兰有一个所在叫做圣安德烈市，即个城市的基础。听讲伫苏格兰长老教会的讲台的后面有一块，拢有一块牌啊，顶悬写讲：先生啊，阮爱见耶稣。所以安德烈诚做是引带人来到耶稣面前上好的一个见证。亲爱兄弟姊妹，伫你的内心，敢有一个传福音的优先顺序？你敢有想要讲，
甲你迄个还未信主的亲戚朋友来传福音，真奇怪呢。当咱食着好食的物件，也是看到好耍的物件、好佚佗的所在，咱拢会分享伫咱的 FB、伫咱的 IG， 甚至咱会甲朋友讲：哦，这足好食，你试食看觅。这足好耍的，你一定爱去佚佗。但是咱信着即个真正的信仰，咱敢有想着要去甲其他的人分享的？咱可能会认为讲：哎呀，信仰是个人的代志，伊要信。伊无要信，迄是伊的决定，无毋对，决定权在伫对方。但是一个真正互上帝听罔着的人，伊无可能对别人的性命是无感觉的。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嘛无可能因为我得到平安，我得到祝福就好。因为咱知影，信仰毋是一种自我疗愈，毋是家己好，家己平安安全就好。但是，嘛毋是咱分享别人就一定爱接受。有人拢会甲我讲：牧师啊，你去甲我的囡仔洗礼啦，甲伊掠来洗礼啦。我是要怎甲掠来洗礼咧？我甲讲，我甲伊掠来洗礼，伊嘛无一定会来教会啊，伊的内心嘛无一定真正是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啊。所以无一定咱甲伊讲，伊就一定爱接受。因为圣经嘛无支持讲，咱爱逼人相信的即种信仰。所以今仔日安德烈的动作提醒咱，基督信仰毋是讲我信我的，你无信这是你的代志；嘛毋是讲你毋信，但是我一定爱说服你。咱会当用安尼的态度来面对传福音。我拄着基督啊，伊改变我。我嘛愿意甲你分享即项代志，但是即个人敢要接受，这永远是伊的自由。但是咱嘛相信，当咱将即个种子压落去，互伊生长，叫伊大长的，毋是咱，是上帝。今仔日的经文对惊死的约翰，到两个学生，到安德烈，佮到彼得。互咱看见的是一种无特别去安排、无强迫、非常自然的属灵的即种的流动。这段经文嘛，教是咱，毋是咱搁较努力来证明咱的信仰吧，是邀请咱将注意力转往一个搁较单纯的目标，就是上帝样过耶稣基督。因为真正的信仰，毋是靠咱的理性来支持的，是咱互上帝一步一步牵得行的。愿主帮助咱，成做一个会退后的见证人，一个会邀请人来看的人，一个愿意将人交托互耶稣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搁一摆提醒阮。阮着将阮的注意力放伫上帝样果，就是耶稣基督你本身。主啊，当阮将注意力放伫你，阮就有动力开始将阮所得到福音的好处来传扬、来宣扬，互阮四周围还未信的人。主，阮恳求你使用阮，互阮成做好的见证，互阮无特别的安排，总是透过阮性命，透过阮的讲话。就会当将耶稣基督你对阮性命改变来介绍互阮四周围还未信的人。恳求主使用阮，互阮伫新的一年会当伫传福音的方面会当有较侪学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他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摆。伊对行行会向天，对土地中牵我起来，互我的脚徛伫石棺顶，互我的骹步在我。诗篇40篇第2节。伊对行行会向天，对土地中牵我起来，互我的脚徛伫石棺顶，互我的骹步在我。诗篇40篇第2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153首，圣诗153首，请起立。
遐济奉献，请市公府长老、苏国贤长老、陈庆仁长老、林婉仪执事、庄培雅执事，带咱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三点有收集2025年周报的，请摕来教会做伙装订，收件到今仔日查止。第四点，上年大学定伫1月13号，即礼拜拜二上午10点要举行返校日，是松山区健康中心要来做健康检查，请查健保卡。第6点，关怀组伫1月25日后礼拜日下晡12点半到2点要举行关怀小组长造就会，请新任小组长甲关怀组的同工会当参加。第7点是小会定伫2月8号礼拜的会员好会礼拜连续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甲想要入捌信仰的，请陈美玲牧师来报名安排洗礼的课程。奉献的部分有错误，请用中级定节、周间聚会甲澳洲曙光服侍，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的姊妹黄信实姊妹，伊伫昨暗来过身，蒙主恩召，咱嘛为着伊的家族来祈祷，恳求主的安慰。咱即时咱嘛来公祷，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为着咱建堂的事工，为着咱逐项的事工，无论是教会内部的敬拜关怀、教育事工，也是咱对外遮宣教的事工，恳求主拢使用。为着怀孕的姊妹完营之事，嘛为着你住院的月子者，咱嘛为着圣师节因的家族来祈祷。为着身躯欠安的伫厝里疗养、接受化疗的秀恩节甲燕春节，恳求主保守因2个人的身躯，也互因会当得到紧紧的复原。嘛为着慧玲节、神武兄、林水长老、以礼、明月节、道明兄、
秀惠姐、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民主姐、方梅姐、林友兄、俊生兄、明理姐、阿竹姐，咱开喙来为着遮兄弟姊妹，为着咱下遮事工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阮大心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阮特别为着昨过身的圣师节因的全家祈祷，恳求主安慰扶持因全家，伫失去亲人遐尼大的悲伤的中间，主恳求你切去因的目屎，赏赐互因有永活的确信，也互因伫陪伴遮个丧事的遮个过程中间，拢有上帝你的引带。主，阮也要为着阮遮个身躯有病痛的兄弟姊妹祈祷，无论住院的月子者，也是你处理疗养，也是接受化疗，转去处理休困的小恩节，也是燕春节。主，阮恳求你拢保守遮兄弟姊妹，互因所接受的治疗会当对因的身躯会当有上好的效果。主，也做兄弟姊妹接受遮个药物的治疗，也是复健的。主，也恳求你保守因平常时的生活。主，特别伫寒冷的天气，恳求主你来看顾遮兄弟姊妹，互因的身躯会当臃肿。主，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原因即事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帮赞，互伊伫怀孕的过程到要生产的时，拢有上帝你的看顾。也为着阮教会内面有真侪有细囝遮个家庭来祈祷，恳求主你赏赐，互遮个父母也是照顾遮个阿公阿嬷，互因有智慧，互因有体力，会当照耶稣基督的真理来养饲因的细囝。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看顾带领阮的教会，无论是对外对内事工，恳求你拢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会当不断修正，互阮会当不断超找主你爱阮的教会。伫即个时代，阮要做甚物款会当就近人的心的遮个事工。主，阮也要为着阮即个世界来祈祷。阮看见世界真侪动乱佮不安。主，阮恳求你会当公义，你的平安会当降临伫即个世界，互侪伫受困着的人的内心，互因得着平安。受到真侪压迫，也是遮个妖恶，也是天灾的损坏的遮个人，互因的生活会当得到实际的扶持。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台湾。阮有真侪内部的遮个冲突，也是对外的威胁。总是主，阮恳求你，互阮会当将目睭来仰望你。互阮遮个基督徒会当将福音来传，互阮也有95%还未信的遮个同胞。主，阮也要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广福牧师因找着适当的福音的中心，恳求你会当祝福因落尾的遮个接续落来遮个所有的代志，也互因会当有气力伫缅甸会当来传扬。但是也有真侪宣教师伫真险恶的所在。主，恳求你也保守因的性命，保守因做的工。主，阮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带领。虽然阮面对即个世界真大的变乱，总是主，互阮的心会当仰望你，互阮会当坚定不移，互阮相信，阮听候的毋是即个世间的困难，阮听候的是主耶稣你会过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来念圣诗402首，402首。请起立。希望人间。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